早晨，我喺廣州住咗成世人，係咪第一次喺東較場9點鐘喺度跑步啊？我記得以前我讀書嗰時跑步都好快嘅，我係短跑比賽嘅，我唔記得我有冇喺度比賽過。我係62中嘅，你係幾中㗎？如果你係廣州人，如果你係老廣，如果你係住喺東山區，咁你一定知道東較場喺邊度。如果你係廣州人，我想問下你有幾多年嘅時間冇嚟東較場啦？我至少有幾十年冇嚟東較場噶啦。東較場係廣州人對依度嘅稱呼，東較場嘅大名呢係廣東省人民體育場。但係我哋廣州人點解叫依度為東較場而唔係東較場呢？依樣我唔知啊，你可以喺評論區話我知。東較場係一個1000年嘅體育場，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唐朝。我依家先發現依家體育場嘅跑道嘅質材係咁樣嘅，因為我讀書嗰時呢經常要短跑比賽嘅，所以我好在意跑道嘅質材係點樣嘅。我今朝8點幾嚟到東較場嗰時，已經有好多市民喺度跑步噶啦，而且佢啲跑道分得非常之仔細啊！你睇下佢有慢跑道、散步道，甚至有推輪椅專用嘅跑道都有嘅，咁啊大家唔會相撞啦。我行入嚟跑道，佢保安都會叫我行出去嘅。Hello， 依家我企喺足球場啦，企喺中間啦。以前你有冇嚟過省體？有冇嚟過東較場呢邊踢波啊？睇見咁靚嘅草地，我諗起譚詠麟嗰首歌啊，錄音裏草坡上。Hello， 係啊，你記唔記得東較場長期都係省港杯嘅主場嚟嘅？從唐朝開始，東較場呢度咧一直都係武科舉練兵同埋閱兵嘅地方。咁我哋廣州人點解叫佢東較場呢？因為清康熙22年1683年，佢就改名為東較場啦。咁我哋老廣一直叫佢東較場，咪叫到依家咯。1906年，廣東省嘅第一次大運會喺東較場舉辦。1950年嘅7月，廣東省人民政府正式將佢命名為廣東省人民體育場。呢度牆上刻住嘅係東較場嘅歷史年份。東較場係舉辦咗好多嘅重要運動賽事，而且喺以前有好多歷史大人物係親臨過我哋東較場嘅，比如話孫國父、毛爺爺等等。東較場係11月9號喺廣州開幕嘅第15屆全國運動會足球項目比賽嘅場地之一。東較場跨越咗1000年嘅歷史，從唐代嘅粵武場到現代嘅人民體育場，佢係我哋嶺南體育文化嘅活化石。喺東較場跑完步，我轉身嚟到位於白雲區嘅廣州體育館。廣州體育館咧係專門為咗第9屆全運會而建嘅，由法國人設計，喺2001年6月30日建成。依家我企嘅位置係1號館，1號館咧係舉辦過9運會、世乒賽、亞運會等等，呢度亦都舉辦過好多嘅演唱會，比如話李克勤、黃心凌啦。我就未嚟過廣州體育館嘅，唔知道你睇演唱會嘅時有冇嚟過呢度呢？依間係2號館啊，咁2號館同樣係舉辦過好多嘅演唱會，亦都有好多比賽嘅賽事，而且2號館係接待全民健身嘅。呢度有羽毛球場啊，哇！呢個球場靚啊！你打羽毛球嘅時會唔會嚟廣州體育館呢？介紹你過嚟，真係靚。呢度係3號館，3號館裏邊有一個真冰嘅冰壺館，你行到入嚟係覺得比較凍嘅。冰壺係一個小眾嘅運動，我就唔係好識。咁呢度除咗係舉辦正式嘅冰壺比賽之外呢，佢仲有學習同埋練習場。如果你想學冰壺，都可以報名喺呢度學嘅。我就唔識睇冰壺嘅，咁我一路問點解佢哋唔停咁喺度擦個地板嘅？原來呢啲真冰嘅地板呢個好快結霜，咁用啲擦咗佢啲霜呢，冰壺就會滑快啲。咁我哋觀眾點樣睇先好啊？要喺呢個玻璃屋嘅出邊，要隔住呢層玻璃去睇裏邊嘅冰壺比賽。話鋒一轉，呢度係廣州雲台花園第32屆廣州園林博覽會。雲台花園係即將準備就緒噶啦，呢啲係雲台花園最新種落嘅矮牽牛花，中意拍花嘅朋友呢幾日可以過嚟雲台花園拍花啦。激情全運會，魅力新廣州。我今日跑咗一日，拍咗一日，把聲都啞晒啦。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